第一回合開始。身體打，身體打，前腳走出嚟，跑頭，塞啊，切，手拳。打上呢隻，上啦！游翻出嚟，出翻嚟！这两个腿他打得非常不错，有正击的。抬頭，这个红方可以的，红方很有力量，两个都可以。出場啲，後手打波嚟啊！後手打波嚟。大家都好緊張嚟到第一回合，時間剩翻1分鐘。收線，睇住頭，good。好同佢講啊，最先趁住打。後腳邊個試下後腳？左手一對，明白。左手。最後10秒鐘。突然。